哥林多前书第3章，兄弟姊妹，我够胆对恁讲话，袂当看恁做属圣神的，是属世的。对基督的信仰来看，是婴仔。我用呢饲恁，无用饭，因为恁还袂当食饭。到现在嘛还袂当，因为恁还久是属世的人。恁中间有嫉妒，有纷争，安尼减毋是证明恁是属世的，是照世间人的方式在生活。恁中间有人讲我属保罗，嘛有人讲我属阿波罗，安尼恁甲世间人有啥物无共款？阿波罗算啥？保罗算啥？阮不过是上帝的册用。逐个人照主所予阮的职分在做。我也种阿波罗压水，毋过上帝予伊大长。也种的甲压水的拢无重要，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才重要。也种的甲压水的拢共款，上帝为照逐人的工作，甲因报赏。阮是上帝的同工，恁是上帝的残垣。恁嘛是上帝的建筑物，照上帝予我的恩赐，做一个牛的建筑师。我下地基，别人伫迄顶面起造。毋过，逐个人着看家己安怎得起造，因为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，伊以外无别个地基。伫即个地基顶，人若用金、银、宝石、木材、草，也是稻果起造，逐个人工程的好歹，伫基督来临的日，为互火甲伊露现出来，因为火会试验逐个人工程的品质。人所起造的，若互火烧袂去，伊就会得到报赏；人所起造的，若互火烧去，伊就会损失。不过伊本身会得到救。亲像对火中夺命走出来，减毋知恁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。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会甲伊毁灭，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恁就是迄个殿。毋通骗家己，恁中间若有人用世间的标准看家己做有智慧。为着要成做真正有智慧，伊颠倒着做愚戆的，因为这世间的智慧对上帝来看是愚戆。圣经有记载，上帝予智慧的人用着家己的盔甲。别个所在佫讲，主知智慧的人的心思无路用，所以无论什么人，拢毋通用人做夸口。其实一切拢是恁的，无论保罗、阿波罗、彼得，这世界生也是死，现在也是将来，这一切拢是恁的。恁是基督的，基督是上帝的。